10月14號啊，星期二嘅一集嘅鱷魚談啊，大家頭先見到呢啲嘅片段，係見到呢個葉劉淑儀閪口閪面冇水洗面，年初四咁嘅撚樣，咁啊大家知撚到佢心情嘅呢一個嘅矮仔啦。咁啊，大家可能話：哎呀，葉劉點解即係平時都有呢一個嘅笑容可掬啊？睇佢發嗰啲嘅長輩圖啊，問你食咗月餅未嗰啲嘅中秋賀卡啊，又着旗袍啊，又着呢一個嘅瑜伽褲啊，呢一個成，又抹髀，又呢一個嘅婀娜多姿咁樣嘅情況，好難見到葉劉咁嘅呢一個嘅衰樣嘅喎。唉，大家就真係正中有所不知啦。細路仔你哋太年輕啦，想翻起2003年22年前之前啊。葉劉呢一個咁嘅撚樣啊，即係當時啊記憶猶新啊！我仲好記得因為葉劉淑儀吹簫佢嘅呢一個嘅23條惡形惡相傲視同群屌你咪睇你班咁嘅木嘴唔撚起彷彿全個香港裏面都係食物鏈低層、低端人口、智商低嘅呢一個嘅老襯啊！佢就真係覺得唔撚通我要同你啲麥當勞從業員個個都要解釋23條代表啲乜撚嘢咩？講撚咗你啲乜撚樣都唔夠明啊！總之係嘛，即係人哋笑鳩佢嘅一個嘅掃把頭嘅髮型啊，佢就喺度屌你乜惡形惡碎藐嘴藐舌咁樣係嘛？又話撚到自己唔撚到我連我自己嘅頭髮都仿呢一個嘅捍衛唔撚到，我點撚樣為做香港嘅一個嘅保安隊嘅大隊長啊咁樣樣？哇！呢一副嘅嘴臉啊，藐嘴藐舌啊，黑撚人真啊，而得屌你乜大巴就屌你乜升鳩佢，再嚟一個嘅反手大車身體哼到佢老母喺眼屎鼻屎都飛鳩埋出嚟，係嘛？呢個咁嘅閪樣係嘛？咁啊過呢幾年咁啊即係喺政壇裏邊就一個就叫風得風又做立法會議員，又做行會嘅一個嘅召集人，好不威風係嘛？咁啊呢一排做埋一啲嘅公關嘢，玩下 Facebook 屌你老味拍下片如此類推，咁啊好撚多人咧就覺得到佢咧就好似慈祥咗，又好似有趣咗、詼諧咗、分離咗，咁啊已經唔撚記得呢一個嘅葉劉嘅呢一個嘅特質啦。咁殊不知琴日就俾啲記者崩口人忌崩口碗，問佢年過7條係咪真係中央你阿爺會放棄你哋？大家做晒 condom， 全部都唔夠要你哋，撚你班咁嘅木嘴就即係執撚定包袱。咁來屆嘅呢一個嘅垃圾會嘅大選咧，就大家都冇撚得留低係嘛？就係屌你老味閪退休告老歸田咁撚樣咧。咁當然即係你哋篤撚住呢一個嘅葉劉嘅呢一個嘅痛處，撳撚到個水都出撚埋，咁即係當然佢真係牙痛咁撚樣聲，個樣就梗係唔撚好啦。咁我諗即係睇呢一個咁嘅呢一個嘅衰樣咧，似乎葉劉係嘛有冇撚得來屆即係佢啲主子俾佢去入閘，又或者係佢可唔可以繼續去玩多屆咁樣嘅情況咧？似乎咧就凍撚過水啦。睇咁嘅呢一個嘅表情喜怒形於色，咁大家都知撚到咧，葉劉可能咧就係好覺得自己可以繼續係呢一個嘅玩落去。睇翻呢一個嘅香港嘅政壇裏邊，識講英文嘅有幾撚多個係嘛？好似我咁撚樣青春呢一個嘅有活力你睇下嗰隻嘅拜登78歲屌你老味而家吞一聲都生 cancer 啦，係嘛？要去接受呢一個嘅化療定唔知電療定係點撚樣，死過兩錢重。人哋病撚到5勞7傷今日星期3問佢係星期幾佢都唔撚記得啦。Joe Biden 你究竟係姓乜撚嘢？佢屌你老味閪後街仔今日咪拜山咁係咪？即係原來9唔撚搭8係嘛？時間、地域、身體狀況、男與女，屌你老母時空交錯，完全都屌你老母搞唔撚掂啊！佢都屌你老母堅持去參加美國選舉你睇下我話啫幾撚 fit，你抹髀抹撚得我個弧度咁撚大嗱！屌你老味後生女好多我抹髀抹得咁撚開你睇我個鏈係嘛？你睇下幾撚堅挺係嘛？地心吸力對我都唔係話好大嘅一個嘅影響後生我咁撚多年個朱鏈變撚咗 Dorina 啦，朱茵變撚咗 Dorina 啦，我仲幾撚堅挺係嘛？朱茵都 keep 唔撚到對不你哋我對對嘢一個硬淨到不得了喺咁嘅情況之下，精神力量知識水平係嘛？語文能力係嘛？呢一個嘅見廣識多，再加上佢咁多幾年喺一個嘅公務員嘅體系裏邊嘅浸淫再加埋咧就係咁多年之後喺垃圾局裏邊嘅從政哇！真係講真，香港嘅政壇裏邊邊撚個有我咁撚 call 邊撚個咁撚呢一個嘅屌你女俾係嘅呢一個嘅脆肉鯇魚邊撚個夠我呢一個嘅咁撚掟得杯落豈有此理！而家你唔撚俾我玩 call 鬧嘢
我諗咧，今次咧就呢一個嘅片段咧，已經係絕對反映咗葉劉就仍然咧就係好撚想留雞，然後咧就喺呢一度咧就繼續發光發熱，係嘛？唔好撚講啊，話佢有冇機會啊，即係繼續做呢一個垃圾舉議員啊，又或者啊，即係之後唔知仲有冇機會再冧莊做呢一個嘅行會嘅召集人啊？睇佢咁嘅撚樣，係嘛？亦都睇唔起阿超仔呢一個嘅唐氏綜合症嘅屌你俾香港嘅呢一個嘅特首，係嘛？又曾經喺一個嘅保安局有 under 過佢，係佢嘅下屬，咁嘅垃圾咁嘅笨柒都可以做撚到呢一個嘅香港特首。你睇下今時今日嘅呢一個嘅香港已經變為國際金融中心嘅遺址、購物天堂同埋美食天堂嘅一個嘅廢墟，佢都搞成咁，你都仲唔撚俾個餐屎我？你都好似屌你老味閪冚家產食神裏邊啊火雞姐咁樣樣，你唔念撚及我嘅呢一個嘅情義，都理撚下我嘅功勞啊咁樣樣，係嘛？咁而家好撚大嘅一個嘅 possibility 咧，已經話撚咗俾葉劉聽咧，你就冇撚得玩啦，係嘛？咁啊點解即係香港裏邊咧，去到我今日錄影為止咧，已經有12個現屆嘅垃圾局議員咧，就決定拍板就唔撚留低。唔撚得玩咧，咁啊而且當中裏邊已經就過撚咗呢一個嘅7條，係咪跟撚住呢一個嘅中共裏邊嘅呢一個嘅體系而決定咧就係好似佢哋咁啊60到掹咧就差唔撚多就要退休換屆即係俾一啲嘅年輕力壯啊，又或者係多啲嘅呢啲嘅後生嘅呢一個第二梯隊去接力咧。嗱，其實好老實講，香港嘅呢一個咁嘅撚屌垃圾會，你真係睬佢都四婆啦，理佢都生臭狐啦。今時今日唔好撚以為呢班撚樣冇撚得做，屌你老味係好撚替佢哋個可惜。但係大家諗下，過去呢4年啊，香港閪撚咗啲乜撚嘢？哇！仆你個街！2020年，屌你老味係冚家產呢一個嘅國安法、港區國安法，屌你老揈係嘛？呢班撚樣就係搭撚咗港區國安法之後咧，就係屌你老味嘅接力，就係蹉跎我哋嘅香港人嘅呢一個嘅歲月啦。然後跟撚住，舊年就拍板呢一個嘅23條立法，全撚部啊，包括埋一個冚家產大口狗何君燕啊，都有份係呢一個嘅舉手㗎。依紮嘅柒頭啊，就係喺一個完善咗嘅選舉制度之後，破撚壞咗香港嘅議會文化，破撚壞咗香港嘅呢一個嘅體制啊，然後跟撚住屌你老味係幫佢阿爺啊，屌到佢嘅主人咧就係屌你老味係冚家產，奴役我哋嘅香港人，屌你咪破壞香港人嘅呢一個嘅屌你老味嘅價值係嘛？破壞香港引以為傲嘅呢一個嘅傳統嘅呢一個嘅好嘢，然後再喺度啊，屌你老味係幫政府做橡皮圖章啊！個月啊，薪高糧準，屌你老味又有人工加，亦永遠唔撚使嘅呢一個嘅，屌你老味係冇撚運行。喺一個嘅武漢肺炎嘅呢一個嘅時候啊，呢一班嘅木嘴啊有份支持動態清零啊，屌你老味搞撚咗香港嘅，屌你老味嘅呢一個嘅各行各業閪都諗埋啊，係嘛？咁所以呢紮嘅撚樣個撚個都係香港嘅呢一個嘅人嘅呢個敵人仇家。係嘛？所以佢哋今日冇諗得嬲，當然我哋就屌你老味閪，應該就開香檳，就燒炮仗，屌你老味閪，冚家產跳埋拍舞，可賀佢，抵撚佢哋死，唔撚值得屌你老味同情嘅。更有甚者，係嘛？而家嘅一個嘅完善咗嘅選舉制度，香港人基本上有心去服務香港，屌你老味你就行撚開啦，唔會俾你入閘。你唔係阿爺啲馬咧，亦都唔撚使俾你屌你老味閪冚家產，可以你又入撚得到去。所以個香港嘅垃圾會根本就係唔撚係代表呢一個嘅香港嘅。咁換句話講，佢選隻阿豬、阿狗、阿貓入去係嘛？阿壽屌你咩都關佢哋撚事咩？所以理佢都四婆啦。12月對投票嗰個都係戇撚鳩噶，話俾你聽係嘛？做埋一啲嘅嘢都唔撚係代表我哋嘅香港，而選一紮人嘅入去，亦都唔會屌你老味閪維係我哋香港人嘅呢一個嘅利益。咁不如借啲嘅時間去瞓撚咗佢啦，或者屙屎屙耐啲，又或者屌你老味出去睇套戲，再唔撚係浪費人生走去睇風林山火都屌你老味閪好過選投票選佢哋班笨柒啦，係咪咁撚樣講啊？咁當然係嘛？當中裏邊葉劉係咪最撚閪嘅咧？咁我就已經問過一個嘅黃啟超。黃啟超當然就係呢一個葉劉嘅忠實嘅一個嘅堅持嘅粉絲啦，每日冇撚下就係性幻想過黃啟超，係咪性幻想過葉劉淑儀？阿超哥就絕對就唔撚會屌你俾瞓撚得着。
每日冇睇撚過屌你乜葉劉淑儀嘅呢一個嘅私人珍藏嘅照片，佢個人就屌你老味就唔撚興奮係嘛？所以係嘛？佢每一日都要意淫個葉劉佢至開心。我哋又聽阿葉劉即係阿超哥對阿葉劉呢一個嘅冇撚得選，又或者好撚大程度上面唔撚俾佢玩，有啲乜撚嘢睇法？播一播超哥嘅呢一個嘅聲帶先啊！嗱，佢嘅殺傷力咧，只不過係大家好撚厭佢，即係佢係咪最閪？一定唔撚係，即係我講佢港人上嘅殺傷力，即係近年啦，OK， 即係藍絲就緊啦，當然即係唔係抹殺咗佢呢啲咁仆街嘅嘢啦。但係佢未至於咧去到吳秋北啊、何君堯啊，即係李梓敬啊，即係呢啲咁閪啊嘛。嗰啲閪嗰啲咧係佢真係破壞緊一啲港人核心嘅嘢嘛。而嗰班仆街係啲即係大陸閪、大陸匿嘅，即係嗰個佢本身係大陸閪啊嘛。譬如吳秋北嗰啲，啲陳穎欣嗰啲咁咧。咁但係你始終你葉劉咧係浸過鹹水咧，佢係即係港英嘅公務員咧。其實佢幾閪都好咧，佢有啲嘢佢係即係專業議政，或者係佢有啲嘢佢會覺得係唔撚過得到嗰條底線。縱使佢係愛國藍絲戇鳩都好，但係你何君堯嗰啲咧係真係去破壞，即係有心係計劃去破壞緊香港嗰個以前㗎嘛。譬如啲咩改街道名啊，咩跟住恐同啊、噼啪啦咧，咁所以留喺度咧就純粹係一個笑料。即係我覺得佢一樣都係會同你投票支持你香港政府所有議案嘅，係咪？咁但係你何君堯嗰啲其實就根本唔需要留低啦。何君堯嗰啲，你問我兩老揀其一嘅話，梗係留低葉劉嗰個，留低何君堯啦。何君堯唔會有長輩圖俾我哋睇。即係中秋、聖誕，你要 share 你啲朋友嘛，係咪先？何君堯我哋只有恨啫嘛，淨係就係721，係咪先？佢搞鳩我哋香港人，但係佢留喺度嘅，亦都係冇乜作為。即係喺中共眼中，其實佢真係冇乜作為㗎。你話咩改街道名嗰啲，真係唔會咁戇鳩，都冇錢，係咪先？你推出嗰啲法案或者議題，根本上係冇用嘅。如果你純粹係要一個人坐喺度投票嘅，屌梗係揀葉劉呢個活寶貝好撚過啦。好，翻嚟正所謂呢一個嘅狡兔死就走狗烹，係嘛？葉劉你當天見撚咗啲民主黨啊、泛民啊、公民黨嗰啲啊，一個二個係嘛？散檔啊、走人啊、冷嘲熱諷係嘛？喺度屌你老味係話人哋屌你，唔好撚浪費時間啊！快撚啲當歸啦，快撚啲屌你躝屍趌路趁地淋啦！唉，真係我估唔撚到咁撚快，唉，真係跑馬地墳場嗰對嘅對聯啊！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就也相同。喂，老王，你講撚咗佢屌你乜收撚爛皮咁撚樣？哇，你唔係咁撚盡啊嘛？你驚唔撚驚？屌你老味，你噏撚錯啊！嗱，我斷估啊，屌你老味係嘛？90%以上啊，我相信葉劉就冇諗得留低㗎啦。嗱，咁啊點解仲留翻啲10% 咧？我點撚知佢會唔會死女啊？依家屌你老味一哭二鬧三上吊啊！又或者屌你同嗰啲阿爺講拎出嚟啊！屌你咩唔撚洗乾淨，我都擺入口吞落肚啊！係嘛？佢做埋啲屌你咩揦渣嘢駁喺度嘅唔撚走啊！係嘛？真係唔撚知噶嘛？係嘛？咁但係而家就係照計斷估係目前嘅呢一個嘅形勢，正所謂你班咁嘅木嘴。幫阿爺做撚晒所有嘅 dirty word 係嘛？所有呢啲嘅污糟邋遢嘢，陷港人於不義，破壞香港體系係嘛？抌撚咗2支棺材釘係嘛？先嚟阿爺就幫你插撚咗啲港區國安法，然後你哋自己插自己一嘢嘅呢一個嘅港版23條，令到香港萬劫不復。喺個龍脈裏邊啊，插呢2根嘅屌你老母嘅呢一個嘅巨釘係嘛？想飛都難啦係嘛？係你哋累撚死香港嘅。咁你哋搞緊你死撚咗香港啦，咁啊屌你老味夠響夠獎就閒人啦，咪撚左撚掟啊，仲想點啊？俾埋提供獎你啊，養你班撚樣，屌你老味初一15係嘛？尾牙同你預埋你一份燒派豬肉啊，係嘛？閒人啦，仲想點啊？掠地係嘛？最撚緊要嘅就係而家呢一個嘅香港已經進入咗一個嘅新嘅呢一個嘅情況，唔撚需要再你哋呢一班嘅柒碌喺度就屌你老味閪做啲乜撚嘢戲啦。唔需要你任何嘅嘢，因為已經唔撚想你呢一個嘅市場或者嘅觀眾嘅反應啊，
我想點拍就點拍，就正如麥浚龍上身咁樣拍套風林山火，冇人睇撚得明，得佢老人家明嘅啫。市場歡唔歡迎唔撚 care，我自己中意就得啦。中共而家嘅一個嘅態度就正如麥浚龍係一鳩樣係嘛？香港使撚睇你特朗普，使撚睇你美國英國歐盟係嘛？日本其他有啲台戲啦。死撚咗啦！屌你幫我點舞都得啦，又唔夠我玩，你就係依紮嘅友仔，我都唔夠 care 個垃圾會得唔撚得係嘛？有你哋喺度，仍然喺度打龍通吸撚住香港嘅呢一個嘅奶水攞我哋香港庫房嘅着數，仲你養鳩你班撚樣頤養天年，快撚啲閒人啦，賺撚夠就好，屌你老母死開啦！正如好似阿超哥依一張圖咁撚樣。工又唔撚禮使你翻喺屋企裏邊，屌你老味數下銀紙，你仲想點撚樣啊？仲喺度霸撚住嘢唔撚走啊？換個第二水人啦！即係換句話講，我個人就認為啊，未來嘅呢一個嘅香港啊，已經會進入好似澳門啊或者係廣州咁樣樣，派撚晒啲外人咧就係嚟呢一個嘅打骰啦。咁香港裏邊啲土生土長嘅呢扎嘅友仔咧，你哋諗都唔撚使諗啦。以後我哋嘅垃圾會分分鐘全撚部都係四音人。講嘅嘢就係呢一個嘅天龍話係嘛，兩個字個名就呢一個嘅兩個字，全撚部面目模糊，仲唔會有一啲係嘛？好似你咁樣嘅地產業代表餐飲業代表係嘛？阿爺叫你發展呢一個嘅北部都會區你哋阿芝佐摩洛哥亦都唔撚促成育成件事嘿，你哋喺度代表緊香港嘅啲嘅業界，點邊撚個代表阿爺係嘛？嚟緊嘅呢一個嘅垃圾會，只有全部代表阿爺，阿爺要老強你，佢哋全部都係除衫除褲洗乾淨擎乾水係嘛？拍板及呢一個嘅舉手撳圖章，個撚個都係咁噶啦。你仲好似阿江玉峰係咪一個嘅迪迪仔狄志遠屌你屙尿屙到滴滴底滴到遠為止咁你真係幾撚大鑊，仲喺度呢個吉吉高冇撚呢支歌仔唱噶啦。仲有呢一個嘅白偉俊，你喺度即係講啲嘢出嚟係嘛？就好似就係幫香港呢一個嘅市民咁樣係嘛？屌你老味係嘛？小馬大幫忙行撚開啦，唔撚使諗啦。而家就已經唔需要再睇任何人嘅面色，中國想點玩就點玩，亦都唔需要猶如琵琶半遮面，粉飾太平化人限裝，冇呢支歌仔唱啦。就正如你葉劉啲撚樣啦。已經係衰撚晒冇交嗌㗎啦，閪口閪面咪冇水洗面，都唔撚做少少戲去氹下你就係嘅呢一個嘅記者希望你哋班友仔可以即係和顏悅色咁見撚到佢嘅呢一個嘅面容，唔好寫衰佢佢都屌你老味係，事情都去到冇彎轉啦，屌我點撚樣閪樣你吹撚我脹係嘛？咪咁撚樣咯，所以我都可以借呢集嘅鱷魚談1000%所講。葉劉係屌你老味，絕對冇得留低，佢自己老人家已經喺個面相裏邊話晒俾大家睇啦。好啦，咁點解會冇撚得留低講緊晒啲人走呢？咁頭先當然嗰個就係我個人認為中共嘅角度去諗啦。但係實情你哋有冇撚諗過近排係嘛？即係屌你老味呢一個嘅殘次嘅垃圾會裏邊，竟然發現到一啲用撚過嘅避孕袋嘅一個嘅包裝呢？係我個人認為可能中共都會覺得你班正宗狗男女喺一個嘅議會裏邊搞震咁但係究竟邊一個係避孕袋包裝嘅一個嘅主人呢？就真係好撚難講啦。咁我個人相信，可能分分鐘係你啲年過7條嘅呢啲嘅男人女人係嘛？淫亂呢一個嘅垃圾會，你睇下啦，而家啲後生仔屌你老味草食男冇離火氣係嘛？屌你老味淨係得啲年紀大嘅呢個老人家至屌你老味火力充沛又硬淨又健康係嘛？特朗普都70幾歲老當益壯。分分鐘一個嘅避孕袋係嗰啲70幾歲嗰啲嘅老嘢中共就可能知道你班咁嘅友仔係嘛？屌你老味即係唔買啲國產貨壯陽藥，可能買咗呢啲嘅外國嘅一個嘅來料嘅偉哥係嘛？壞阿華嗰啲咁嘅撚嘢係嘛？然後跟住淫亂嘅呢一個嘅辦公室即係可能就係因為呢件事激撚住呢一個嘅中共惱羞成怒就要將你啲70幾歲嗰啲全撚部都趕撚走晒係嘛？有咁嘅呢一個嘅情況。咁當然葉劉而家冇撚得撈，究竟以後仲會唔會發呢啲嘅長輩圖瑜伽褲咁真係唔撚知啦係嘛？咁究竟葉劉唔撚做有啲乜撚嘢做咧？我個人就認為你老味係嘛？趕撚晒啲70歲嘅走，割嫌我哋嘅腦。而家李家超都就嚟7條啦，李家超如果冧莊我咪屌你老味喺後家產咪好撚冇面係嘛？點解我哋垃圾會就唔撚過得7條？
分分鐘李家超冧莊啊！咁我就即係個越諗越癲，係咪？即係屌你彎撚咗，就入撚咗去呢一個嘅青山，咁就真係大撚鑊啦！再唔撚係嘛？屌你老味閪，一個睇唔撚開即係但係突然之間有一日氣上心頭，咣一聲冚親個頭，一個靈光，令佢徹底覺悟頓悟，諗到通通楚楚，世間上嘅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係嘛？所有嘅嘢都係帶唔撚落棺材，凡世之間只係一個嘅塵緣嘅一場夢。頂你老味，突然之間出家剃度，乜毛都剃晒，頭毛係嘛？呢一個嘅鼻毛、架底毛、西毛，全部刮撚乾晒佢，出家呢一個嘅乾淨咁樣樣屌你老味係唔家產，遁入空門，削髮為尼都有可能㗎。咁又或者葉劉其實即係我哋就睇錯咗佢，我就真係成日都屈撚錯佢，係嘛？又話佢呢一個嘅唔撚理香港人淨係顧撚住阿爺嘅呢一個嘅面子係嘛？福祉咁樣，可能葉劉屌你老味係嘛？即係剩低嘅人生裏邊就係要服務人群為本係嘛？同埋又幫人哋塵世間咁撚多嘅地獄，幫人哋逐個地獄打破去，走去做呢一個嘅女道士破地獄都有呢一個嘅可能嘅喎，你話係唔撚係呢？更有甚者。我亦都有理由相信，葉劉一直以嚟都覺得佢屌你老味掂當又靚女係嘛？正如我頭先所講，佢個胸係嘛，亦都冇阿朱茵咁撚墮係嘛，仍然係堅挺。一個唔覺意出年呢一個嘅153，為緊咗要呢一個嘅催谷收視係嘛 ，all ages all round 都可以，任何年齡都係參加一個嘅香港小姐。可能葉劉以76歲嘅高齡去參加香港小姐，仲當選埋喺另類嘅跑道裏邊，突出佢自己嘅一個嘅長處係嘛？你唔撚俾我參選咩？我就參選呢一個嘅香港小姐，仲要當選埋，威撚俾大家睇係嘛？有咁嘅呢一個嘅情況都未嘗不可。不過我諗斷估葉劉喺一個嘅政府裏邊做咗咁撚耐，又有長俸立諗晒我哋啲香港人啲屌你老味嘅民脂民膏，佢斷估都唔撚使去屌你老味倒屎同埋呢一個嘅洗碗，又唔撚使去麥當勞裏邊屌你老味閪做呢一個嘅蘇迪亞神或者係呢一個嘅服務員。我諗佢個撚樣係嘛？如果睇得空啲嘅，屌你老味，你對香港做撚咗咁撚多閪嘢，真係屌你老味顧住收尾嗰2年剩低你呢啲嘅時間係嘛？屌你老味係嘛？真係唔撚使再俾呢啲嘅公務煩身，認真啲諗清楚你嘅前半生。屌你老味，你做錯啲幾撚多嘅衰嘢，搞撚到全香港人都老撚土你，屌你老公都死鳩埋，仲想屌你老味係爭做一個嘅特首，醒啦葉劉，咪撚再發夢啦豬物各位 MIHK 嘅觀眾注意啦！由2022年1月1號起，鱷魚潭只會上傳到 MIHK.TV 嘅網站同埋 Patreon， 只供會員收看。每月並會上傳不少於10條嘅影片。如果各位想繼續支持鱷魚潭嘅，可以去下列 MIHK.TV 嘅網站付費，同埋到 Patreon 註冊會員。